哦，有一种叫跟山打牛啊，哦，可以把人震退。把它震退好不好？哎呦，昨天吗？那个多煮7天的，哦，这里传出去吗？对啊，姐姐，我真的才500给你。不要，那我给你1000把它震退。摸着穷瘦的变爆米花哦。就强啊！你看，妹妹，你给爆米花出来。像师傅做照烧嘛，你很猛，总婆那种干啥？气功啊！等一下有人要自愿吗？对，师傅突然醒，刚刚妈妈讲我开始去，我这段还在出生。他并不应该去做，你要来了老弟哦，你拿好。没啦，爸爸。所以你哋今日係請假咯呀？係啊，哇！為到睇嘅節目，為到嚟看你就老師係請假來嘅喂。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蘇坤，一家之主，咩名族？空白嘅啊！今日來到桃園啊，誒，唔是都講嘅啦。係啊，桃園哦，2年牛年到，嗌強拍嘛，緊啲嘛。大概。強拍等下厮殺的場面又來嘅啊！誒，自動強拍李總咧，李總咧，根本嘅咯，雖然冇李總，不過可能比李總還厲害哦。哦，你慘了，可能我有可能，會看。還有個可能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今日評審先生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全國提名嘅阿謝林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謝玲。係啊。好，再過來分享到係全國體育戰鬥嘅李志龍李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志龍。這個可以吧？跟你雖然說海帶親眼到誒，哦，海帶，佢簽到海帶。海兩風啊。海兩風啊。好，來分享到風吹潛水照哦。誒，呢年係來自平鎮嘅兩公婆，分享到傳奇哥跟惠芝姐。大家好。感情很好哦，數位不用睇。一個兩人三角的遊戲。那邊也簽到了。哦，而且係撩姊妹，實實都小解下。天轉齊啲嘅，兩玉珠老汪小琪。大家好。啊，手不要放開，手有。大家好像真的以為牽手會加分。動他，也不動他。記得哦，該感情真緊動。真的，牽手真的沒有加分哦。牽手，沒問題。好了，來向高一下，傳奇哥，聽說你是氣功師傅。哦，搞氣功啊，黑啦。那個剛才雪玲姐在旁邊一直跟我說，哎，等下叫他發功。你是要怎樣發功？是怎樣？哦，有一種叫跟山打牛啊。哦。可以把人震退，把它震退好不好？哎呦，昨天嗎？那個多煮7年的，哦，這裡傳出去嗎？對啊，姐姐，我真的，才500給你。不要，那我給你1000把它震退。因為他做料理的時候，我們再把它震退。好，品質有乜個好高好色好料誒？哦，如果係嗰啲品質嘅選擇當到嘅有石門大圳有統發，然後櫻花。有料，跟有三鋪或者去市場茶，哎。哦，接上帶嘅惠芝姐去料嘛？有啊，從阿姨，上個帶叫去三鋪。順沙帶叫佢去。好，該片係偏見，攬出嚟一片強壯係偏見嘅啦。我推薦一家好食嘅店係嗎？雲南嘅好食咧，一隻傳統。雲南的。係切菜，雲南。哇，切菜雲南。它有賣什麼嗎？過橋麵線，好，還有個一公蝦餅，昆明米線，對，還有個怪絲麥排骨。好啦，時生呢個今日來小計偏見好食好料嘅，不過唔單止小計甜甜，等下還有認真來答辯哦。有咩好食好料？是好料好食。哦，對，顛倒過來。上門太準，我剛剛講嘅店名係乜嘅？店名？菜雲南。七菜雲南，記下來哦，來筆記下來。好，馬上來進行踢館嘅比賽。手下抖起來，兩嘴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結添彩色嘅調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。真來兩嘴會抖出乜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？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咧。哦，人家講啊，吼，那個山唔轉路不會轉啊。他們講食材係無邊的飯樣樣啊。就自己轉啊。拜拜。震退。嘿，好。基本嘅其實吼，嘅遊戲嘅規則係強樣嘅。黃色係主食菜，青色係配菜，紅色係蕎麥。係。
先来看一下马上会先出来猜拳。猛冲来，好，哎，没有派气功大师。我怕会被震退他们。哦，Yuki 阿姐来剪刀石头布 ，yes！ 来，请退价，第几季提往赛，传奇哥站这里，好来了，靠直觉感应来，莎莎来先。好，不要给别人看到，自己也先不能看。我刚好就躺到哦，也上了哈。好，来看一下今年风吹做嘅料理，黄色嘅惠子姐系乜嘅？葱油凤椒饼，好吃。传奇哥系乜嘅？盖哦，走的，夹进去嘛，这个火腿嘛。葱油饼加蛋呐，还有木鱼系乜嘅？走，可以。可以，很好吃。好啊，走的，照就是调就够啊。对啊，这本来是，这就是一道菜啊，本来我们就是有默契。对呀，对，我们去右边，再笑他们一下。来，唔怕。唐光今年还有另外出补充活血嘅料理，我们看我们有没有这个片苗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感觉你好。你选到我的颜色了，姐姐。你选绿色，你是不是穿黄色你就想选黄色？好，选红类。好，好来，请开牌了哈，博谦抢推牌主升，你喜欢的米血糕，都一波动活血哦。来配菜玉珠姐，爆好走的咯。我有一种盐酥鸡的味道出来了哈。哦，好，来，看起来了哈。大吹的厨的时间，都知道讲心情满满哈，一有心情来了，感受一下风吹，有心情吗？耶，震退了，好巨大。你看比西安用讲吼，动小路并比爱上过下。对啊，而且因为刚刚摄影师差点往后退。嘿，好，大家看一下蓝翠两片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哇，这边也有练哦，有练哦。那个。还是比不上我们气功老师的。啊，不过等下毕业黑料理处理啊哈，开启下准备好设法，马上来进行体育馆给挑战。好。哦，等下豆酒落去有现煎嘛来。现煎葱油饼，煎到素素来，安尼做炒。哎，我有个问题。葱油饼做的用发气功的方式让它熟吗？哎呦，该哦，很麻烦。是可以的吗？你稳唔炒面呢？就不在你右手边。传奇哥给蒙汉，对，他用发功的方式在切葱。两得。要不要两边一起先？两边对不对？没有那么赶时间，不用害怕。有。有点那个。有多掉落来。好。中火可以吗？做得。所以你这就葱油饼，美就软。等一下就照早餐店的方式来做，系吗？可能改变一下。好。传奇哥最主要的条路是嘛该？哦，那连在社区大学当讲师，还有台北运动中心当讲师的。可以搞气功哦。对，教气功。都推杯咯。可以一边做菜一边搞完力简单的几步骤吗？气功的基本叫做吐纳、吐气纳气，很多吐纳，吐纳。气功在救人啊，就会练身体啦。哎呀，那阿公你可以学哦，系做乜嘅？要乜嘅缘分是什么机缘来去学了气功哦？哦，那缘分诶，那个凭证中啦，个有个当作诶透过诶下期啊太好。我透过上班又慳，暗啲就出嚟學。哦，乜嘅全部學。下班來慳啊，冇暗部都要做乜嘅咯？那你可以用氣功發功追到你的嗎？該用氣蠻好啦，該用氣蠻好多。你第五次3階片，我第五次3兩片，他加入咗才查個3300後行業費。6萬啊！加了1抽3。對啊，你哋要煎好咧。煎好咧，我等下要準備炒咧。姐姐，按钮为毛你很会做照烧吗？你先把蛋煎好，等一下多做段时间。好，我们用厨师天数来嘛。做对，像师傅做照烧嘛。好。你做唔好用架啥？气功啊！等一下有人要自愿吗？对，师傅突然醒。媽媽講我搞事情，紅椒檔下都煮的。你這邊好，我先勾一塊。哇，這個是烏拍兩棍哦。哎，這個好多水分哦。對啊。因为其实可以这样，用动，它就是脱胎的。好，
因為背來要背起哦。伊阿咩用氣功啊，佢用氣功切啊。你用啥做的套路啊？係強壯嘅，也係有嘛嘅？有相關嘅，在國際有教書。先生，嘿，先生好。老師好。排隊。小 K 姐咧，你做係人工照啊，營養師。營養師，營養師超厲害的。先門看一下，基本上我主要做係姜煲，我覺得味道係關鍵。平常時會做姜煲嗎？黑色，不過我變辣椒，佢雖然好，冇食按辣。哦。係，所以基本上係去做法，唔會變強辣，湯水。來，按依家下講小朋友唔好食辣，特別講呢度學教喺度教嘛嘅家政課嘛，也係。咩，應該不是。係教歸語數學。歸語數學。冇錯啊，冇錯。數學，都難教呢。雖然哈，劉德哈。當調皮，該本身咧。男生就是要調皮又搗蛋。雖然他調皮，還咪出嚟調假命。雖然乖乖讀書，還咪出講個公司的主幹命。哦。長大就是做豬肝呐，做豬肝啊。我有一個疑問，因為 Shuki 哈也是營養師，就營養學的概念，今天這樣菜配下來，有沒有缺少什麼？會啊，懂品管啊，就是懂營養啊。學校買有宮保雞丁，對啊，挺難吼，用一點嘅。馬會用，馬有。因為應用是喺度學搞地不會去品，就是去品的。哎呀，我們愛開菜單啊，設計菜單啊，還有教小朋友營養教育啊。哇！用顏色較好啊。好啦，誒，幾頭嘢我來用牌嘅，哦，來，哦，主席談笑。來，我先馬上。我先劉廚師好咧。哦，劉廚師。來，坐低嚟。還沒。他先分一下白旗跟黑旗。好。白旗、紅旗分開來。哦。好嘞，搶開始。你要強度。先別用啦。夠不能。切強度咧，一啲都是啦。照燒嘅關鍵係乜嘅？先讓佢叫我講。對啊，桂林肉頭油膏。嘿，你要表皮香。油膏現肉。哇！聲音很好聽。痛咯。會痛嗎？哎呦，一些痛。這個要還我5秒，砂糖太少了。不會，這個味淋是甜的。味淋係重甜嘛？吃蜜桃。你乜嘅？蛤蟆。芝麻，你看。我等下幫你吃一下蜜桃。應該 OK 了。多少了？還沒。冇是強走會變爆米花哦。就強啊！你看，妹妹，點解爆米花出來？雲林本師傅寫到嗎？係啊，呢喎。誒，人老公必須同嘅。還是見過你在甜甜啊？是味道。一個。你要拿住你為什麼都有比那麼大的 ？OK 啦 ，OK。你有發現我多送你3秒嗎？因為我怕被正巧。天光呢哦。哎，凍好時的感覺呢哦。對啊。哎，這個不用了吧？哎，不用。哎，彩椒要下去。好，彩椒。榆木呀。係。走的嗎？可以。哎，現在換你們自己。彩椒一些。彩椒就好了。彩椒，變彩椒。哎，那師傅，你可以獲得這個氣功整級的機會。哎呦哎，很期待哎。你懂很呐？哎，懂可以，等下幫他服務。流汗來來服務一下。對，等下來結束一下。好，我們全國第一名。好。要管破。好溜，管破。我這個長遠。哦，好。冇問題嘞。哦，行嗎？準備得獎感言，震碎他們。好。好。驚到，來，快條攬住。哇，你那片面不差啦。是水果玉米啊，番茄水果。水分懂不是都跳熟的。你都跳。迄水果包熟嘅話，該做好。加水啊！該它夾。哎呦，冇是強走會變爆米花哦。就強啊！你看，妹妹，點解爆米花出來？懂得。好，等下姜部嘅部分我切割落去做，也係師傅落去做。好啊，師傅在求救嘛，師傅。對咯。現在嗎？也係等下。
现炒好来，炒好来。好，等出电汤。上时间。电汤。好，解啲咋？然嘛，咋？用薄为先加燃，或者为盐拍个爆烧为冇下。哦，差不多了啦，因为等一下还会再加热。好，那拍个卡起来哦。好，来，厨师天顺呀。我抢马莎嘞。用啥要做得嘞？用啥叫我来系冇？係啊。李师傅好嘞。好，李師傅嚟。要开始了吗？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先看一下。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好。好嘞，继续抢开始。我哋跟忙一邊咯。辣椒我先落去哦。你那个已经炒到去啊。你辣椒不要按吃吧。可是刚才营养师中这么多人都在切味，雖然他唔敢吃，咁吃啦。你唔係聲音嘅。說你才17歲。對。呀。哦。我入面係冰落去咯。这个哈，等佢煮。等下煮邊嘅米吃一下米絲。好。放去了之前也有東西當冰落去就好。對。蒜絲一起起嚟，蒜絲一起起嚟就好。好。我拉條。好。 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起锅以前出一点点就好哈。好。好。哎，队长怎么心血来潮想帮忙？哎，因为点下个木材，谢谢。米血糕冇接觸到，會冇梅啊。你想吃对不对？哎，猪血糕超好吃的。好啦，干你差不多了，你多说点好不好？好。可以不用了，小黄瓜。哎，皮條。好，小黄瓜先不用了。好啦，来去倒数哦。有透了。好。天长马拉松了，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有吃困难体育馆，那么卡米西卡站掉喽。好，点喺體育館哦，寫了吃困難風吹啊嘅照燒蔥抓餅。好，實實嚟試咯。老師傅剛剛呢，這邊有落去糖，落去炒過，嗰個前輩呢，從那個蔥油餅然後要剪到多卡擦。有嗰個梅湯出來。啊，可能會自己也唔是都講哪幾件事槍槍誒。哎呀，董後生呢？是吼。咱水量不亞姐，我們給紅隊的姐姐們加拼感。要加葱哈，這個當好食呢，要加個調油膏，按熟所走誒，誒所以當甜，當甜個葱伊咪當甜。係啊，誒當好食。好，實實嚟說，咱水的鴉片哦，咪係凍厲害料理哦。哦，呢啲係米血糕非常厲害，因為要先煎過，所以外皮係擦擦嘅，個底部係非常 Q 嘅。都有注黏咪。都味道有入進去。好，然後平常時咧。宮保雞丁冇咁樣，哎是宮保係雞肉切雞一細塊啊，切丁啊，一下用遐玉米還有個豬血糕，實在是冇咁樣。我後食兩片啊，甜甜嘅感覺。不過係講加啲啲嘅蒜絲嗬，咩意黏味。對，師傅有提點到，背後那個有點畫龍點睛嘅感覺。對，好，非常難評嘅感覺哦，到底師傅係咁樣評分呢？記得看哦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位，謝林師傅搶本分數。哇，風水一下搶看啊，2個搶本分數，3水的負。平手，第一關平手哦，謝文書。兩水煮來當好當要多，不過我要本風水呀，係因為我吃到佢當有用心去切嘅洋蔥啊，看個師傅當有用心都要切洋蔥啊，太細啲。當度好啦，啊，我我比伊洋，啊，南水我冇比伊洋嘅原因係，我知道嘅，喺煮嘅係嘅，較黏味啲嘅會較好，我知道嘅東昂係蠻凍黏味，佢可能切較太啲啲咧，切較細啲啲嘅，像嘢宮保嘅嚇，我係啊好。好，來談看一下啊，2個嘅想法。我會先南水那邊係，就用我知道佢較爽口一些咧。哦。蔥油餅可能。因為佢本身會較油，冇像鴉片嘅米血糕按爽口，所以係選擇南水。謝謝。哦，沈蒙師傅本來呢個字頭，不過體育館呢一畢業，啊，所以稍微先放輕鬆一點點。不過上下來呢，看一下今日啊，志良師傅又帶來乜個好料嘅，我哋老太姐分享呢。師傅出台菜。好，今日呢又搶到你嘅好料，我嚟表現料理咯。呀，今年呢，它是以什麼
甜点界的小鲜肉自居，也唔記帶來嘅菜名都嘛嘅。鴛鴦炸麻薯，甜的嗎？有鹹有甜，炸起來。今日主要食材有糯米粉，啊，各位番薯粉，啊，各位也係草莓脆片。我們一般給營養師知道的啊，那個草莓脆片，小朋友早上吃的。早餐的，對，然後有葡萄乾，啊，各位呀，炸味檸檬片，然後一些泡泡，各位呀，這個最特別。好，各位呀，三島香鬆，哦，還有蟲誒，要做鹹誒，我哋切粉嚟哈，要小水，直接加落來。哦，做飯嘛，做飯，對，做飯嘛。微笑哦。啊，冇得煮誒，我就直接小水落來就做得啦哈。哦，哇，直接做哦。做飯可能大家都會啦。專門是媽媽做嘅。哦，我還有媽媽嘅板做啲雪凍肉服呢。係啊，我媽媽90人做嘅。慳做板。冇咧，伊講喺度做。啊，你哋下打包大轉移啊？係啊，打包大轉移。佢草莓脆片可以傾腰嚟，哦，係啊，然後去換呢。有問題就得問哦。係有問題都係換啊。哎，就較好切嘅啦哈。老太太講呀，米蛋還要破，所以它這樣子較有觸感。哦。對。會香軟咯。哎。會香軟。係啊。因為你切到安尼成團就做得啦哈。切好來，切一團以後。對，我買貼票做嘢，唔過你一團做啲落蒜嘅記得要向下搞。向下搞哦，係啊，落啲就。可以落些喎。對，我講搞落向下搞。其實大家從細到就愛用嘅印象，就係讓阿公阿婆向下攞啊。攞慢人度。係啊。有人做阿公阿婆嘅嘛？阿公阿婆會做嗎？哇，很好喎。哇，兩位阿姐當後生哦。係啊。呀，啊做兩隻造型哈，一隻係圓嘅哈。咁嗱我依個咧，同小嘅。到時候少咧。全部炸。哦，那一般炸。哦。但係變落去會鹽 Q 下嘛？唔係，有咗你強強一邊落去。你哋唔會呢？是不是油分的管天呢？唔係，你外加係用小水。哦。用小水嘅管天，佢就唔會按鹽。呀，做啲可以得造型嘅哈。切蔥條啊。那個好了，利耶。哎，你怎麼知道它好了？已經浮起來了。哦，破椰子好咧啊！破椰子，你破椰子又熟嘅，然後破椰子熟咧啊！係啊，係向下落去唔怕啦，加鹽嘅。呀，你咪做螺旋嘅哈，安尼。哦，你有會火㗎？聲音哦。裝油條咯嘛。幫助我。哎，好厲害哦。呀呢，裝下去。哎，很像那可樂果哎。係啊，像可樂果。我超愛看湯圓炸開來的樣子。像油條咁。加啲有鐵條款啊、湯啊嗰啲雪嘅。懂好。開口笑，快追啊！開口笑唔係讓你做嘅，開口笑。你用過？你轉機開口笑用麵粉。你唔是看過用用做螺旋嘅，你係咁樣出來呀？所以冇個時間做工程係撩嘅時間，我攞佢講，我唔想用嘅做其他講用螺旋就好嘅啊。哦。咁係天氣好樣係就知。係啊，你為他做嘅哦。哎，師傅，做料理身體要顧哦，精神方面啊。懂啊。要顧好咧。有些問題啊。有些問題。依樣用堅果魚係好看嘅。然後切一些蟲嘅哈。切蔥花。而且油嘅哈。而且油嘅。然後擺油，讓我剪哈。哦。英英本師傅寫到嗎？係啊，呢喎。誒，你老公甜不同嘅。是甜冇嘢定係甜甜啊？要必浸下水哈。啊，要下要包嘅呢？不用一些芒啊，一些水，或一些白麥芽，要用水哈，盡量唔好用油哈。哦。用料。啊，用油嘅係我們一般的黃麥芽。哦。你啊，嗰級啊係嘛？拍硬透明。每一樣做甜點卡絲。哦。卡冇硬。哦。那種黃麥芽會比較硬，營養師知道啦哈。我跟你是算同科的啦。哦。要這樣嚟準備用來哈。我師傅為了要坐穩這個甜點界小鮮肉這個寶座，你真係咁厲害。一些些的糖哈。哦，莫基緊緊就應用嘅背景啊。哦，他有學過營養。麥芽是甜嚟嘅。誒，你麥芽係甜味，喺我加湯哦。係啊。它麥芽本身冇咁甜。係啊。它麥芽老麥芽，甜分係冇同樣，營養師點的，我們是同科的，你都不相信。我讀過食品分析耶。
唔是跳豆哈，要必熟哈。你啲一炸係硬硬，入邊有少少水分，冇完全只有泡沫啊。啊，你啃落去把佢跳硬，還是有一點點水分讓它嚼落去。啊，啊來邊邊咧。哇！香跟哪個呀？用棍。哦，用咧鹽咧做鹹嘅哈，螺旋咧卡哩嘅做嘅哈。所以我不改成白湯哦，麥芽湯這種像高水咁用，它就會粘起來。對，我這樣聰明啊！哎呀，係甜嘅，也係仔嘅。哦，我這看起來超級好食咧。啊，進步應該去做，你來了咯，你拿哈。沒啦，爸爸。對。按下嘛。所以呢啲今日係聽假咯呀。係啊。哇！為到太解節目，為到嚟看呢度哦。老師誒。聽假來的喂。我這樣聰明啊！哎呀，係甜嘅，也係仔嘅。哦。我這看起來超級好食咧。這是花好甜點啊！花好月圓的進階版呢，是櫻花好月圓啊！哎，又強進化。對啊。一到學校細個可以向下教，而且它不會沒有危險性，危險性就炸太嚴，太嚴炸就做得嚟。哎，香哦！係啊。呢道香咧，草莓誒。哎呀，一傳承嘅太不會吃婆味，這個很棒哎。其實要就炸糍粑嘅。對啊，然後糍粑炸糍粑哦，沙班人哦。嗰個甜嘅啊，所以我們愛食啊。仔實在嘅你沒食得。哦。哎，你用3年看他做出來，有一種很溫馨的感覺。甚至。葡萄乾哈，唔係講一定要用葡萄乾啦，用其他水果啦，我拉一個柑橘哦。可以放堅果。可以，然後檸檬乾。哦。檸檬乾去化解講佢生意啦，唔係只有甜。味道會好。會啊，重發。好讚哦！哎，你好厲害。哎呀，你喺邊看到當佢精神？很漂亮，很有精神。有精神啊！剛剛有氣功過了哈。前面鴛鴦炸麻薯。哎呀，就好食咯。師傅你家表現到大家都看到是想要嘅好起來，現在試試看下又有鹹有甜哦，來試試看下哦。對啊，我冇愛先生鹹咩好誒？我想吃甜的，好像軟糖哦。那頭這蝦鬆粉好好吃哦。好吃哦。這個口感當 Q 當好食，所以鹹甜嘅味道，你咪俾搭配到10分嘅好。係酸嘅綠色咧都嚟搞幾多？係啊，用下搞。係啊，黑白嘅。我做的吼，塗去生人來做。對，我覺得這個很特別。對，兩種甜雪哦，唔啲雪玲啊，這就蠻想法哦。去做有草莓味啊，有沾稻香鬆嘅米線啊。兩種食起來米線是冇同樣，按我破嘢證件，確實兩種有兩種嘅特色啦。哎呀，既然雪玲姐咁用過，老師傅都咁用過誒。後來按用嘅甜點街小鮮肉，還跟太府吃破味小王子。穩坐寶座，嘿，錯。最近這本好食哦，觀眾朋友喺講家看嚟過後想看家詳細的話法，你再以看重播留意學起來。頭前一畢業，馬上來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又到了下個最緊張嘅時間，接送時呢節目經常都存到最外面3/4的時候，最精彩的時候來了。但擺我跟結果完全睇唔到。對，好，現在我們看啦，風吹帶來
必备武器也系嘛该泡菜，你看用安豆，这是有气功发过的泡菜了，好好。系啊，想高一下，对啊，黑曼你做诶，矮做你诶，做诶哦，系啊，用什么做？玻璃吹，你下玻璃吹当初又便宜哈，那便宜你来卤一泰国哈，也给玻璃吹，嗯，给鸡妹 kimchi 哈，嘿应，该没有炸猪头菇吧？有哦，有哦要紧哦，真系啊，吹苗人都嘛该，泡菜肉片秋豆腐，真给有出头菇哎，哎又有的吧？刚刚冇看到哎，我才对啊拍到了。最北民医馆有星星吗？有，还有哦，伊进行整个冲开许多了，很动念因。为刚才给我帮我调过了。哦，对，哦，咱看一下咱最后最美掉出来嘅秘密武器係嘛？解咯？寒冬瓜，哇，你看撼动瓜係你做嘅，還是佢做嘅？矮做诶，哇，你怎麼那麼厲害？你走性上去走撼動瓜？前一條梯做做寒冬瓜，拿嚟晒，嗯，係做好煎嘅條絲到落一整嘢之後慢慢煎，就是不用等多年再食。好，梁生今日最美哦做出來料理全名按到。蒜香醬肉，好，誒，老師老金用是最美一罐的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兩吹最近準備好勢，好好來冰嘅哈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都在開始了哦。哇，有一點點火花係啊咯。因為假使冇看之前，你好食泡菜，也好食撼動瓜，本身來講嘅。泡菜，下切，哇，下切，撼動瓜還算客家的料理啊。係，但是泡菜真的是全部夜市美食兩樣呢。係夜市嘅美食，咁個泡菜客家人咪當當然做啊。哦我也還有一個問題，也哦，滿年都唔想數，全部師字輩呀。對啊，老師啊，哎呀，又高書啊，而且這邊假使記得有秀天哦，它這個真的會有生命安，我們會有生命安全。真的。佢剛剛講講好上嘅呀，吼，都台北來哦，他這邊發功，那邊就感覺到了。依家講嘅嚟哦，讓你眼接嘞。哦，對啊，叫爸爸。哦，按講落來，有油温有到了嗎？油唔是，cái油唔是燒是做在冰嘅，哦，讓油表。醬油是做在冰，慢飲做的豬頭菇，迄啥做嘅，哦，啊甜吧？去深坑買嘅呀。哦，所以研學之後，啊兩個木卡研究啊用統一之後是結婚了。係啊，要係冇煙啊，誒，呢個將講冇煙做好啦，啊進步研我去做，你來咗撈幾個研啊嗬。哎呀，煙為什麼？喂啊，要做嗎？風暴我去講開。哦，要風慢人來做啊？沒啦，爸爸。哎很僵啊我！講後面婆一幫，哎，俺沒有像謝玲姐。對。啦，慢你看後面俺沒。你看起來冇福氣。對呀。但是重點是做乜會咁樣講？因為唐公一嚟咗係做預線哦。係啊，其實嘅外科醫生啊，哇！啊，厲害，用俺會搞呢。佢即個演錢啊，唔應該搞啊。好特殊啦。係啊，那你就會那個叫做醫生爸、醫生媽嘞。對啊，所以我最近係想帶住EDL 案件啊。哦。你有聽過爸爸出世後去個電動遊樂場搞？太好了吧？係啊，大概呢，呢？大概呢，這個你就去百貨公司啊為什。麼我媽20年前不認識一下你們呢？快樂中學習，開啟大腦不同部位而。且挖掘自己的興趣啦。對係啊係啊，誒冇啊，冇俾壓力，哎呦，都就忙朋哎呀友。，炸兩200，哦，做了。 200。炸200，這樣會熟啊。講高一下哈，你要做專業娘不開家常料理嗎？泡菜長下做，誒，哦，泡菜配飯啊，讓熱天哈，食哈當變相變的涼涼哈，當茶盤啊。而且讓它玻璃吹哈，係啊，又便宜。腦會太準。好，係啊，來，看下男嘴。好，你下動物嘅真土咧。但係煙木臭咧，哦，誒，呢個梗係是一冬瓜。台北人客家人嗬，全部愛食鹹，因有裂，呢下人冇愛食鹹，我所以喺度加咧豉啊、冬瓜，咁樣講大件，咁樣按鹹。啊，綜合一下。誒，對，係我家會做炒牛呀牛，蒜香醬肉，啊，看你肉冇，唔是先入口啊。
哦，愛，还是汉堡包会掉落去？咩係雞要雞粉，你係雞菜拍粉，哦，菜拍粉老肉從下攪，如果沒底下醃，等一下麻煩雞小豉那攪啊，飯後，等下出來裝那個，那個出蒜頭米別會香它因。為你是蒜香的嘛。蒜香的。對。一種咧吼，炒落去吼，不還有聲音吼，凍茶飯。平常是唔愛食飯咧吼，這啲該是一碗加一碗。这个是什么？漂亮吗？打鐵。摆盘的吗？嘿，擺盤，擺盤。等下有香葱玫瑰花樣嘅擺盤啊。哎。先生，你哋下去退休咧麼？嘛。所以你哋今年係長假咯呀？係啊。哇！味道太解節目，味道嚟看你哋哦。謝老師耶。降價來的味。你一定要，它有時間成本的。老師，你們應該就是帶學生去校外教學啊。係啊。哦。傳兩分錢。對啊。那你擺來嘅時間，佢就做。雖然我冇外國先生啊，你來要車馬費喎。而家就提車馬費啊。而家都唔止啦。就會計講嚟上一自然的課程哦。自然的課程。自然在上課。好歹也說家政的課吧，自然的課。不過，我除咗線上需要幫小朋友鼓勵動態，做啲表現自家動就詞。我當愛了，迄種機會吼，本來土生形上了節目叫咩當愛？來啊來啊！我係做咩當愛？鹹冬瓜 ，hello。Hello。Excuse me。嚟鹹冬瓜。老師講法講一些英文。誒，就算唔係咪有解下？嚟，你個鹹冬瓜哦鹹。如果雖然講我哋個冇按鹹過，鹹係要被煮下背，還有冇被按調下？把個米線煮出來啊！哦。要做料理係用人爸爸媽媽傳下來啊係。係，我從細煮當愛食當茶飯，你看我身材唔出啲。按苗條。按苗條啊！所以大家中意當茶飯當愛食飯哦。嚟鹹冬瓜係馬上傳本嘢啊！艾美，而你喺菜班吼，你阿咩叫出垃圾？哇！幫我嗌結果嗌假洋咩做？假洋嘢本身你會研吼，菜體你會研佢咩當愛做，做好當當，跟無糖曬當當，唔可以全部拿，一個芝麻嗌日你就芝麻全部咩按拿，全部收。nhà cái nhồi câu như đã lâu rồi炒呀he 用下煮一下，煮，我用煮嘅。煮，有冇人同冇拍飯，迄要拍飯吼，太假最神。其實唔是講講，是在哪裡食的喎？你就愛食啲咯。要仔細聽聽啊！係啊，真係很懂開比呢。我就拍翻嚟哦，我要翻嚟嚟拖油。nhà cái nhồi câu như đã lâu rồi炒呀he 用下煮一下，煮，我用煮嘅。煮，有冇人同冇拍飯，迄要拍飯吼，太假最神。哦，它會有點痛薯一樣喲。它是有湯汁。有。翻整翻煮用啊。對。入面愛炒嘅。我也有媽媽咪哦。那攪嘛，有冇攪一把？等下個都進來哦。打打過來。好，來，Simon。哇，這個看起來好讚哦！哎，豬肉有很多，我聽聽啊，媽媽。都得，你看還有哦，你看我哋黑邊我哋滾條飯。係啊，係啊，滷泡菜啊，糖油啊，留意啦。一定很好。那個落去就唔會打爽。啊，真嘅好食。跟住一掉落去。你這下人嘅梅成冰嘅係嘅梅啊？嘅梅冰。咁啊之後冰落去提味甜甜，嗬，咁冰掉嘅。佢醃熱下油啊，佢醃梅，係佢醃梅嚇，醃梅嚇，將嚟，將嚟冰泡菜，對唔對哦？你自家做泡菜哦，係下酸嘅，又係下甜嘅，又係下鹹嘅。來啊，給你吃啊！對，我就是這個炒脆的，給你試吃。脆的。其實唔是講講，是在哪裡食的喎？你就愛食啲咯。要仔細聽聽啊！係啊。那個做得好討厭。係啊，人家梅要做乜嘅？有個假體咯。係啊，七早八早是假體咯，唔溜半嘢啊。還是佢還有來呀？來。等下嚟冰。所以慢慢的熟。嘿，不要挑夫哦，還有啲菜醃落去，有酸梅嘛？有，都得哈。哇，你都整個就體現個主角呢。係啊，該怎麼愛煮啊？可是我有一個問題，是不是太怕粉不一定要冰？
黑沙粉啊，你落去嗰種啊，一條落去要啊嗬，落去爆嘅米絲啊，你一菜啊，還有個臭豆腐啊嗬，爆嘅太白粉之後有米絲落去，是唔會嗰種啊。好，那我們先過去了，好救他們一點。好啊好。哇，凍面這真的會攪翻呢。不過我今日做冇當下，太下清涼色冇要緊。因為今天冇盤，就昨天大槍聲。對對冇當下，然後你下差唔多掉起來咧哈，就兩個枸杞掉落去，這像寶寶薯。煎過嘛嘅。要煎個小筍。要煎個小筍。係煎個小滾水。我還想說，你們煎壽司要煎嘛嘅？有。這很漂亮哎。對啊。水凍醬，這水凍。菇木煮。給它酸翻整翻煮，你容易炒。哎呀，怎麼好用？這寶寶也可以吃哎。嗯。吃了應該也會變數學老師哦。會嗎？來好咯。好，該你來倒酸了哈。好嚟。現場馬上來倒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那水杯麵一罐，來不卡卡站掉呢。好，水杯麵一罐呢，你風吹拿出來嘅呢，嘿，你自家做泡菜，來吃看那來品菜哦。當開這杯，是很當開餅呢。一陣拍翻嚟哦，哎要拋落嚟鋪喲。我睇下可能今天唔識食過炒嘅3層肉嘅。我覺得電豆正介種，它的油香氣非常好。兩個仔知道咧，佢個3層肉加落去後，食到就當嫩，唔會當實。我講嘢係設計啦，就一泡菜後有啲酸，對我嚟講應該口感冇咁強壯。對。不過你一下係啲肉煮啊，這水起台時刻而來咧。來，大家先把嘴巴清空一下，吞一下口爛水，好，準備好了哦。來，公平起見，攞起兩頭菜。來，嗱，做啲上上嘢嘅來攪翻色吼，真正會動針的。唔會按鹹，當肚呵，當肚吼，很清爽。厲害哦，因為眼前上當中兩頭菜可能是係鹹冬瓜甜甜，不過你用上鹹當當咖的那種新鮮的冬瓜，係樣嘢吼。雖然食飯就咩當炒飯啊，咩唔會聽鹹，係兩人當煮餸嘅健康養生安尼。唔看非常用心，全部係從小朋友嘅出發點來上兩套菜，非常好，有愛心的一道菜。不過到底師傅我們評分呢，也叫做看哦。現在時間到咧，師傅剛啱溜溜討論了一下，謝靈記搶半分數。兩下情況啊，兩個全部負數。平手，謝靈記，搶公平。兩喙的分數啊，做嘛會平數的原因係兩喙就做嚟按肚好按胃啦，係會分風吹的原因係風吹人嘅豬肉啊，煸落炒到嘅醬底肚香，係做當蛋米，不過今日有一啲啲聽酸一啲啲咧，嘅豬頭腐啊，再切下油一些些咧。所以切下油一些些，香腸的啦，較短一些咧，較油一些咧，唔會食起來，唔會講食到規底就出頭會香。男生啊，冇本粉碎原因係裡面香氣唔大足，我覺得那個香氣沒有出來，是香氣出來多一點點，你的味道會更好。夾心肉嘅頭啊，跟梅花肉，那炒起來更棒，就不用捏太白粉了。好，師門先生。來談談一下兩個嘅建議，都各有特色啦哈。我現在南吹因為風吹那邊就像剛雪玲姐講的，天有較酸一些些的，天依個知道嘅臭豆腐可以再炸較熟一些些的，再去煮的話，可能個米絲加起來的米絲，我覺較有泡菜的香味都對，唔係一食到就只有臭豆腐嗰種感覺。再來呢，挑酸的方法有兩種。除了冰糖，還可以冰一些些鹽，也係調油味都得，就有鹹一些些，就會冇咁酸。好，這是我個人的建議哈。南水鴉片呢，整體味道都好，光有個鹹冬瓜其實都有加分的價值啦哈。但是我希望講，可以給豬肉
然後標一絲絲的調油，可能會更較好一絲絲，因為完全用煮的嘛，完全用煮的你就冇醬香味。你都炒鹹冬瓜，直接標那些調油落去，後面嘅醬香味就會出來。你中央那邊就冇加調油沒塗得的啊，好就會有醬香味哈。讓工業建議哈，謝謝。師傅是講嘅都懂詳細哦，請講講哦，大家走心了。不過呢，今日比賽成績出來耶，2組都係第1名，馬上就來頒獎嘞。耶！哦，結果誒，呀，按緊張嘅比賽過後，成績已經出來耶，2組都係第1名，馮翠得到2分，藍翠妹得到2分，接落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嘅加彩金。恭喜恭！到底戲肉貴了哦，好咧。哦，男子200米非常厲害，打頭名得到係2500條嘅加彩金。恭喜！恭喜！謝謝沈文。看幾個真勁厲害，看幾好，又會師傅呢，切開又會欣賞爸爸呢，哦，又夾會做料理，最主要係乜嘢呢？好多好姑娘。係啊，梗係見係啊。又係人生最重要嘅決定，最正確嘅。係啊。你阿爸來參加，先得老太下分享一下。哦，當今次咧客家節目嚟，即係裝頭啦。啲客家嘅裝頭哦，一般嘅客家料理嘅比賽啦，我哋自家要做嘅屋下嘅家庭嘅菜要多了一樣。哦，那麼那一模要做嚟些，比較有了強心度。然後，下禮拜吼過來參加，nhà來嘅啊，西龍啊，每嘢叫我來好冇？一邊nhà來嘅啊，佢之前一經啊泡菜真係好食呢，好食啊！就係一個問題點呢？用手嘅。強手啦，哦，喺呢張拿本而食。好，老太家分享一下參加嘅心得。希望客家電視台咯，呢也難吃啊，平時呢提防來錄像嚇，還要感謝兩隻師傅，教我哋善嘅菜式，講我哋學到當多，呢要發揚呢客家嘅菜式，也感謝唔到。下禮拜又過來哦。好，恭喜！啊，今日結束做得去右邊一條馬路上。係啊，多謝。哦，你們看一下，今日哦，非常厲害嘅豬豬姐姐，牛豬阿姐做啲老大家分享下，今日參加嘅感想冇？今日嘅經驗當感謝客家電視台本一隻機會嚟到會學習，還有學到嘅朋友做嘅料理，又學到了師傅嘅辦展，嚇嘅糯米粉做嘅甜料理，嚇呢種平常時就唔可能看到啊，嚇呢今日嘅經驗當很幸運嚇，當有福嚟學到了新料理。韓國啊，你咪又答應講，韓白又喊。都在圖小朋友強下的戶外教學，強下的上天時，所以你要動崇饒。尤其是老師這樣子，你以身作則。有機會真係希望家長咪突然聲音來聊。好，定義哦。好啊，沈文，希望大家有機會，謝謝沈文。係啊，韓國今日繞牆小起來哈，除了挺手動豆，而且跟我們分享一些營養的知識啊，對不對？譬如講，我這就營養過剩啊！好啦，我大家講下今日參加嘅感想。今日好多同道啊，希望嘅廚師大哥大姐吼，都厲害吼。咱爸啦有機會啊，希望大家吼叫佢來了，來好食，希望大家。哇，希望小氣。今日真經挺手動豆哦！好啦，什麼兩組帶來新嘅菜式，又帶來媽媽傳下來嘅好廚藝，希望大家記得咯做料理啊件事情啊哦。即便你係從頭開始學習，冇問題，只要一下呢，聽聽你依家自主嘅參水者，老廚師叫我來學，你咪做得變做料理牛人咯。係啊，最尾哦，還有恭喜一擺啦！除了係兩組都係大條命之外，且民主總算加出去咧！哇，好吧，大家歡迎哦，也叫你報名參加吼，不過你冇機會了吼，參加比賽點啦？爸爸真叫我嚇到啦，好啦，8次都冇一撇哈。好，唔過呢最主要係料理一件事情哦，培養好情感，長期用才重要。好，唔錯。依家製作等你叫我來報名哦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上來了，上來了，謝謝。